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要猜嘅一個好多學識日文嘅朋友仔都覺得好頭痕嘅課題，就係日文裏面講俾嘢同埋收嘢嗰陣，到底幾時用あげる，幾時用くれる，幾時有用もらう呢？喂，唔使驚，跟住我哋一步一步嚟，你好快就會 get 到噶啦。OK，開謝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大家不妨諗一下呢個問題。我送花俾女朋友，同埋女朋友送花俾我。喺廣東話聽落，好似只係將我同女朋友個位置調轉咗啫。但係喺列文入面呢，佢哋用嘅動詞式係完全唔同噶。呢個就係今日我哋要猜解嘅核心啦。好，我哋先由最常用嗰個俾開始講起，就係あげる。大家只要記住一個關鍵詞就得，由內至外。呢個就係あげる嘅基本公式啦。A 話 B 你 C 我あげる。簡單嚟講 ，A 就係送嘢嗰個 ，B 就係收嘢嗰個，而 C 就係你送嗰樣嘢。記住呢條方面啦，佢係我哋之後理解嘅基礎嚟嘅。嗱，呢一頁就係精髓所在啦。あげる嘅用法咧，係當自己有，好似我呀、我屋企人啊、我公司同事近俾嘢俾外人嘅時候用嘅。所以個方向永遠都係由我哋呢個圓圈向外面俾出去，記住呢個內到外嘅方向就冇錯噶啦。我哋嚟睇個實際例子。我送生日禮物俾我女朋友，日文就會講私は彼女に誕生日のプレゼントをあげます。你睇呢句係咪完全符合我哋頭先講嘅由內至外呢個原則呢？嚟，我哋一齊猜解下。C 話我就係主語我。看到咗呢個助詞呢，就係指向個接受者，即係俾佢。誕生日のプレゼントを就係跟住嘅物品，即係生日禮物。最後動詞あげます，成件事嘅方向係由我，即係你送俾份女朋友，即係愛，所以用あげる就啱啱好啦。好，學識咗由內至內，咁如果調反轉由外至內，又應該點講呢？嗱，呢個時候就輪到くれる出場啦。你會發現啊，呢條公式睇落同あげる嗰條一模一樣喎。A 係 B 你 C 我くれる，不過呢個重點係佢哋嘅 C 點係完全唔同噶。呢個就係日文得意嘅地方。呢個就係關鍵啦。くれ嘅用法係當一個外人俾嘢俾自己有嘅時候用，個方向係由外面流入嚟我哋呢個圈子，所以只要收死者係我或者我屋企人，而送嘢嗰個係其他人，咁我哋就要用くれる啦。我哋睇下呢句呢，例住奶奶買咗個玩具俾我，英文就係祖母は私におもちゃを買ってくれました。我哋猜解一下，祖母或主語係奶奶，對我嚟講佢係外人。私に收走者係我，係自己有。おもちゃを部件係玩具。動詞用咗買ってくれました，即係買加くれる，因為個方向係由奶奶即係外俾我即係內，所以用くれる就 perfect 啦。好，講完兩種俾，我哋不如轉一轉個角度，睇下如果由收你個角度出發，又應該點講呢？呢個時候我哋就要用もらう。もらう嘅公式係咁嘅。A 話 B に或者から，C 我もらう。留意下 B 後面可以用に或者から，有咩分別？我哋一陣再講。喺呢條公式入面 ，A 就係收嘢嗰個，而 B 就係俾嘢嗰個。もらう呢，其實需要一個主動去收嘢嘅動作，主語通常都係我或者係我方嘅人，強調咗我哋由對方嗰度得到咗啲嘢。所以雖然くれる同もらう個方向都係由外到內，但係個分別就係くれる嘅主語係送嘢嗰個人，而もらう嘅主語就係收嘢嗰個我哋自己。而喺呢個好生活化嘅例子，我由太太嗰度得到按摩服務，日文就係私は妻にマッサージをしてもらいました。拆解一下句式，私は屬於只是我，只是接收者。妻に供應者是太太，マッサージを收到嘅是按摩那個服務，動詞用了主了，してもらいました，只是する加もらう。
成句都是由我個角度出發，講我得到咗按摩那個動作。OK， 講咗咁多，時候嚟個總結，整個中勁懶人包俾大家，包嚟一睇就明。張表真係非常重要，大家快啲 cap 貼地氣。阿基魯方向由內到外做動作嘅係我哋，庫列魯方向由內到外做動作嘅人係對方，冇嬲方向都係由內到內，但係做動作嘅主語係我哋，強調收到呢個動作。只要你記住呢個方向嘅概念，就絕對唔會再溜練啦。喺度補充一個精進小潮界，頭先講冇嬲可以用呢或者卡啦，究竟有咩分別呢？呢係標準用法，而用卡啦呢就會更加強調由邊個度學習呢嗰個來源。例如話姉から英語を教えてもらった，就係強調由家姐嗰度學到英文，個語氣會強少少嘅。所以講到位最關鍵嘅一點就係方向決定一切。每次你用呢啲動詞之前停一停，諗一諗個動作究竟係由內向外定係由外向內，主語又係邊個？只要你諗清楚呢兩點，就一定唔會用錯噶啦。好啦，今次嘅解說就差唔多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對あげる、くれる同埋もらう都有個更加清晰嘅了解啦。而家不如諗下，學識咗之後，你最想用日文同邊個講啲咩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喎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